繼續講5大絕學之一嘅推拿治療。今次再用雙手同你嘅身體進行一場深度嘅對話。點解我哋嘅推拿堅持要50分鐘？因為痛症嘅根源收埋喺深層筋膜入面，普通放鬆只係治標唔治本。呢50分鐘係土行療法嘅精髓，我哋會逐層滲透，幫氣血打通翻條路，將營養帶到痛處，告別嗰啲搞唔掂嘅舊患。歡迎預約。4分鐘行到去屯門醫館，屯門站 F1 出口，直行左轉完斜路落，向右行就會經過呢個悅品酒店同埋貝爾特酒店。過埋馬路向左行就會見到我哋嘅德榮工業大廈。升降機咁一致，打開門向左呢，你就會到達我哋嘅屯門醫館啦。而家限時優惠，只做緊820蚊，120分鐘。禮拜6日只係加30蚊就有晒全套，唔好錯過啦。